咁李安納度呢5年嚟咧，都走緊一個去傳統主角化嘅演員之路，由從前有個荷里活啦，演一個過氣演員啦，到東碌濕嘅激動出軌天文學博士，到花月殺手嘅真小人，一直都搏命咁樣洗得啱出道嘅英俊小生形象，咁都可以話係開拓戲路嘅。咁呢次一戰再戰，究竟佢做成點呢？咁我哋唔急住講演員嗰啲嘢，因為套戲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講。不過咧，我講一講個故事簡介先。咁故事講述咧，李安納度飾演嘅 Bob 咧係一個生活喺美國嘅左派革命分子嚟嘅。咁因為俾人追殺啦，同埋有咗個女嘅關係咧，所以就被逼隱姓埋名照顧個女。咁但係16年過後啦，因為以前嘅敵人咧巡出江湖，而個女咧都失咗蹤，所以 Bob 咧就被逼一邊逃走一邊揾個女。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咁其實睇呢套戲嘅時候呢，一個令人覺得最震撼嘅位係套戲咧好直接咁將現時美國嘅自由派同保守派嘅對立呢喺套戲嗰度呈現出嚟。例如一啲非法移民嘅問題啊、手部問題啊、非二元性別嘅問題啊，仲要不斷拎嚟做幽默橋段。咁睇嗰時心諗，哇！佢玩到咁大，唔會俾人嫌上嘅咩？但係睇完呢，我覺得其實導演喺呢方面處理得幾高明嘅，因為喺套戲度呢，佢將兩方嘅人呢都描寫到最極端嘅狀態。咁自由派革命軍呢被描寫成呢會為有啲訴求，例如墮胎權啊，佢係會炸毀建築物啦，甚至係殺人嘅。咁被描寫成呢一班衝動啦、冇思考大局嘅一群。咁而喺政府一方嘅保守派呢，就係可以假借掃毒嘅名目啦，去搜捕革命軍，甚至為咗搜捕呢混入示威者啦，製造騷亂。又或者咧整咗一個好似光明會嘅白人至上組織咁樣嘅，咁就係呢種咧描述兩派極端狀態啦，就形成咗一種咧各打50大板嘅情況。套戲亦都唔 focus 喺事情嘅對與錯嘅詮釋之上，反而係着重喺誇張同埋幽默嘅呈現。咁就好似卡通衰仔樂園一樣啦，雖然啲嘲弄時弊橋段咧玩到好盡好極限，咁但係其實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企喺中立主義嗰邊嘅。不過套戲結尾咧，我認為對現時社會狀態咧呈現得幾精準嘅，不過會有啲劇透，咁大家小心啦。咁故事最後咧，身為保守派嘅將軍咧，佢為咗自辯咧，點解會同一個革命派嘅黑人女人咧會有個私生子？咁就講咗咧自己俾人逆向強姦啦，再講埋嗰啲身體自主權嗰啲嘢咧做強辯嘅。咁個場面咧雖然好好笑，但係都道出咗咧現時好多人咧係拎咗啲議題嘅論述咧去為咗自己行為辯解，甚至攞利益嘅，而唔係真係為咗弱勢出頭嘅現象。咁而睇到戲嗰陣時咧，亦都可以俾個機會咧，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到底自己意識形態上咧會唔會走得太極端呢回事嘅？咁講咗咁耐經啦，係時候講啲大路嘢，啲動作戲。咁相信大家睇到張海報咧，就會覺得咧小李子拎住把槍啦，咁至少係有啲槍戰戲睇下啦。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佢全套戲開過咧，大概得3槍左右，係咁大把嘅啫。咁套戲有咩睇呢？就係頹廢嘅小李子不斷用遲鈍嘅身手啦，逃避追捕，而同時因為佢嘅愚鈍咧，令件事惡化啦，咁就產生咗更加多幽默同埋驚險嘅場面。咁呢一點咧，可以講下小李子嘅演繹嘅。咁如同開頭所講啦，小李子呢幾年咧係不斷嘗試轉換戲路。咁今次咧係直接放棄任何主角嘅高光位，基本上係走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嘅諧角路線。咁佢依次嘅演繹咧，我覺得係成功增加咗佢嘅戲路，因為比起之前花月殺手嘅真小人咧，係更加增加咗佢冇用男嘅一面。係好少有一套李安納度嘅戲咧，你 feel 唔到佢有魅力嘅一幕。咁即係嗰啲咧，即係我一講就明嘅，即係佢好型嗰啲咁樣啦，即係無論做啲咩奇怪嘢，都覺得佢好型咁樣啦。咁出到嚟嘅結果咧，佢都係一個討喜嘅暖男廢柴老豆嚟嘅。咁而呢個演繹咧係適合嘅，同埋演得幾好嘅。咁但係同前面所講嘅一樣啦，係令到佢嘅戲路增加咗，但係唔算係一個好驚豔嘅演出嚟嘅。咁中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本身中意政治嘅主題啦，亦都中意睇嗰方面嘅笑話咧，亦都想睇下小李子落魄搞笑嘅樣咧，咁呢套戲就一定適合你嘅。咁但係如果你期望睇到一套咧槍戰連場打到癲嘅戲咧，咁我覺得唔好有錯誤期望啦。咁就係咁。咁所以今次飯塔羅喜愛指數10個飯團有8.22個飯團，相當喜愛。咁如果你中意條片咧，可以 like 同 follow 呢個 channel 啦，同埋可以喺下面 follow 埋個 Fat 同 IG 啦，得閒同我傾下偈。好，下次再見。